教练来了，完蛋了！我今天线上会吃很多东西，完蛋了！教练，我吃完会乖乖深蹲的。大家午安，快点快点！我们今天猪猪只能陪伴大家大概到4点半，我们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哦。来，我们现在先来这个。好，我们现在这个 BGM 的声音不知道会不会太大太小声？有没有？非常的电玩感。你们帮我听一下我的声音跟 BGM 大小的 balance 哦。等一下，我调一下我的那个麦克风，让我记得哈。大家午安午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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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新的一年请多多锻炼它。有啊，我大概规划可能应该也是农历年后真的要回去好好的来重训了。对，教练你等我回去，是一只怎么样都回不去的猪，而且很好笑哦。对，锻炼不到，没错，而且很好笑哦，因为太忙了嘛，教练暂时锻炼不到我的状况下，然后我还疯狂安利他很多学生。就是我自己教人课回不去哦，但是我还疯狂就是安利其他就是其他姐妹，或者是姐妹家中有长辈的，我就是疯狂安利说快点就找这位威力教练，他真的不管是各方面，然后或者是银发族想要增肌减脂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肌少症之类的请那务必就是要找威力教练，对，因为其他教练我不敢保证，但威力教练真的赞，对。回不去的教练课，但至少安利几位姐妹过去啦。就很好笑，对啊，好啦，教练，我之后再跟你敲一下那个农历年后的时间哦。大家午安，欢迎来到猪猪频道。对，猪猪很难得在这个礼拜这样开好开满哎，对，开好开满的状况下，然后基本上可能时间都没办法太长，对，但是还是尽量保持在农历年前，尽可能开台，因为我要放年假了。大家可以帮我听一下我声音跟 BGM 的大小，对，一定要工商一下的啊，我们教练对不对？没有错，其他教练我真的不敢保证会不会乱教或者乱收钱，但我们威力教练真的是课程实在，以前已经就在出逃哎，对，所谓很多出逃就是说，永远都有新花样可以来锻炼你的身体跟心灵，各方面。哦，是 BGM 太小声了，谢谢他娃娃。来，我们把 BGM 开大声一点。哎，我们再一次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把线校办年货的这个流程带大家走完之后，一定会再来工商一次。昨天我们也跟大家公布的文化部爸爸出手了，对，我们现在会籍有新增加150块这个台湾化猪主元的这个会籍哦。那这个算是我们想要回馈，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补助的这个状况下，然后用这个150块，如果你愿意升等的话，那就是每个月升等的话啦，就每个月就留在那边黏在那边的话，就有机会得到。我们文化部爸爸也特别就是帮我们加码的这个小周边哈，就是每个月就是请小精灵帮我们寄出去，所以请务必要填单。那在我们这个配信的下方资讯栏都有，好，下方资讯栏都有。那如果说您是300、600、3200或者是3800，我们非常非常就是150之上的这些会员，基本上您就一定就是保底有。但是保底有的状况下，请你一定要记得填单，除非您是我的高阶会员，高阶会员就不用填单，对，因为朱迪卡帮您填单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结束以前会再把图再亮一次给大家，好不好？吴昕老师，对，我的头像换东西了，吴昕老师你发现了吼？对，昨天呢，就是文化部爸爸的事情，我是用这个跟大家做宣传。然后其实我们是可以切换成面线的，就是像我头上这碗面线，但是因为那个千里老师丢给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面线的快捷键还在打架，也就是说他帮我设定可以切换成面线的快捷键，就是跟我之前很像有内建的软体有打架的状况，所以我就快点就求救那个千里老师问说快捷键要怎么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很简单，就不用担心，就888的就快捷键改掉了，然后我们的面线也出现了，对，我们今天把面线顶在我头上，跟大家一起线上办年货，然后现在哇，我们感谢思思、Kevin、
感谢升级我们台湾话组员吹了 key， 好，刚下地吹了 key 啊，记得要填单好不好？然后很巧妙的是，我们这个月迎来了我们店先生，我们的高阶会员新任总裁。然后虽然说我们家面线很坏的在 DC 乱带他，给他看很奇怪的东西，对，我认为那个是。好，不能说奇怪的东西，这个叫传承吗？对，我们就说一种传承，对，一种就是很亲切的带新人，对，但是很担心电线身上已经坏掉了，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而且刚好明天就是电先生的生日就这么刚好很巧妙在2月份加进来，然后马上就可以领生日会员限定的这个什么高阶会员限定的那个生日语音啊！哦，不愧是电先生，感觉潜水一阵子了，知道我们高阶会员可以领我们生日语音哦。你知道60块的会员，60块，可是我不记得我有开60块会籍是哦，等下我不记得我有开60块会籍啊，我什么时候开的？对，然后有问题想请教吗？好，是，请说，天董，请说。然后很棒的教学影片，你想请教的是这个吗？好，我认为那个是很棒的教学影片。我们姑且不论他们吃了什么，他那个真的是很棒的教学影片。但是如果要是深度讨论他们吃了什么，这我不予置评。入境随俗，我谢谢你哦，他爸爸。好啦，我先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我们快速的带大家线上办个年货哦。今天可能要快很准的，就是带大家跑一轮。我们要办什么年货哦？首先是他爸爸，好，年货待机，谢谢。然后店先生，谢谢加入猪猪频道高阶会友，我们大佬们非常的和谐，非常和平，对他们真的是很和善的一群，你应该昨天应该这2天有感受到了哈。然后也谢谢吴昕老师已经把我们芋头塔有先做试吃了，他就大夸说超级好吃，因为吴昕老师他对辣的耐受度超高，所以对他而言那是不痛不痒的一个香料，不过就是个香料，对他而言那个青花椒根本就不辣也不骂，对，不辣也不骂，不麻也不辣，完蛋了，我的中文不麻也不辣才对。我的中文真的完全被台语吸收掉了，像中午现在也不会卷舌，完蛋了。好，算了，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好。对，谢谢吴昕老师喜欢猪猪，这次就是所特别制作芋头塔，我烙了100颗芋头塔玫瑰，真的是值得了，好不好？值得了。然后小胖伊拉塞，然后我看一下哦，然后比起面线伊拉塞，红白机。游戏配乐，这是来自于毛毛老师跟我们大宝老师送给大家这个年前的小礼物啦。他们知道就是你们在敲碗我们专辑里面其他的一些风格的一些配乐哦。然后不好，有看到你的生日蛋糕点在袖子哦。对，我那天做的好开心哦，而且我偷吃了很多薄荷的芋泥，好，我自首，所以芋泥挤完就没了，对，没了，吃掉了。然后。你要比心拉下来，我的教练是新年快乐啦，新年快乐吼，谢谢你今天又过来。然后汤姆先生也拉下来，晴天也拉下来，然后小天，好，新的一年年后绝对过去，我再不过去，我的身心灵就要没了，真的，我真的觉得人不运动真的，我自己是属于真的不动起来，真的会当场死去的那种，好痛苦哦。对，就蹲起来就能继续吃了吗？我虽然说在家也能深蹲。可是我真的觉得还是去上个教练课心情比较踏实就是有些锻炼不到的东西还是由教练来教导我吧。对，然后是好，你今天果然还是没有被盗账号哈。好，开场直接倒数计时，厉害了，没有错，大宝老师，谢谢大宝老师跟宝宝老师送给大家那个年前的这个算8bit 的75G 超级可爱哦。然后接下来我看还有谁，然后 CJ3082 先生伊拉塞，天地伊拉塞，然后看一下哦，等一下哦，看一下，好，应该都打到招呼了哈，等一下啦，不拉也不拉，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谢谢。我们是教台语，是没错，我们要努力的讲台语跟教台语。可是我自从就是去年录了台语专辑之后，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中文变得怪怪的，就如同现在刚刚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东西，算了，那不重要。大妈，你不要习惯这种东西。对啊，至少我现在还可以就是自己好好的深蹲啊，是不是？开头来个150下来真的没问题嘞。去考家也能深蹲吗？是吴昕老师，
吴胜老师，对我邮寄当下你看到了一个深蹲怪人，或者是棒式怪人，你就这样子头也不回的，然后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掉了。他完全不想认这个人，你知道吗？考上深蹲是一定要的啊！这只猪太狠了，一定要。小丁说那个，你知道绿界上，对，我跟你们说，绿界的部分啊，他们现在就是真的要让那个所有的个人的，不是公司的哦，个人的，就是我们这些直播主创作者，如果使用绿界的话，他们就是强制全部都要变成特约商店的部分。那么呢？这个部分我原本想说等到那个这2天再公告，但没关系，因为我知道巧天应该是想要续我们的高阶会员了。然后新勇者，谢谢你，哇，300元，Super Chatもら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昨天在Tube Out 认识主播，跟上的很好，听到卡甲鸡皮疙瘩，很厉害。上班偷偷看台哟啊，谢谢，没关系，新勇者，谢谢你的 Super Chat。我们这边其实很多那个薪水小偷，很正常的，通常都是就是可能来这边打个招呼，然后马上又过去忙了，很正常。欢迎你，就是在平常日都可以来探看看这只猪有没有开台，因为通常我就是见红就休，晚上也不开台，对，然后就是只开中下午台非常边缘的一只猪，但是不知不觉也经营了4年了，谢谢大家的照顾。然后前2天，不止2天了，快1个礼拜了。2月7号很开心可以登上很大的Tube Out的舞台，跟我们很厉害的兰兰，然后很厉害的蒂儿，超级厉害的阿兹基桑一起同台，这真是此生足以。我希望可以快点幸福到毕业了，谢谢大家，今天不办年货了，谢谢。好啦，绿界的事情我继续说，也就是说，其实我前2天有收到通知。对，然后我还没有跟大家讲，是怕大家担心啦。我想说，我这边就先跟专员处理一下。那么目前的状况下，总之呢，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说的，你们已经快丢爆我的绿界了。这个状况下，那在之前他们让我们个人拥有就是1个月收30万上限的这个扣打嘛，对不对？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整个就是大改版，打掉重练之后呢，我们这些可能个人的。这些实况主要使用绿界的话，我们一定要升级成特约商店之外，那我们每个月的扣打也只剩下20万，没有办法再上。对，除非就是我今天朱迪卡开公司，用公司的行号过去做，可能申办，他们才有可能让我就是调额。那总之呢，现在他们就是要把这个人的东西，把额度啊各方面全部都调成特约商店之外。那我这边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算是很依赖绿界啦，像是高阶会员嘛，你看大家就相爱相杀的这些迫害，或者是高阶会员一下半年、1年的这样加所以基本上我是很感谢绿界这个平台，所以我是有直接就是续他们的那个什么特约商店的部分，对。然后专员也很积极的，就是说好，朱小姐，我现在马上帮你办，因为这个办的话可能要急件或之类的，因为要过年了嘛。然后他说像大塞车，然后大塞车的状况下，连急件都不敢收了，主管叫他们不要再收急件了，没办法再收的状况下，好，那。总之呢，现在就是确定我们的这个扣打已经调降到20了，但是尴尬的是什么呢？专员跟我讲说，可是朱小姐不尴尬的是那个你现在如果说你的扣打调到20的话，整个是爆掉的。我说对，我知道爆掉了，对我知道目前很像，我昨天才在跟我的关俊讲说，目前那个以30万扣打来讲的话，我们只剩8万8千多，然后就爆掉了嘛，30万爆掉。那这样子整合来讲的话，虽然说我数学很烂，对，那总之呢。现在应该是收款的22万多之类的吧，大概对，至少我知道10减8等于2，所以总之我们20万的扣打，现在他们调降到20万的扣打是爆掉的状况下，很像也没有办法再收钱，所以而且很好笑的是我其实是前天收到了就是那个终止算是终止这个30万服务，然后要希望我们这些个人调至那个特约商店的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就有快点跟大宝师讲这件事情嘛。然后就大宝师说没关系，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他那边绿界的一些什么连结是可以先借给我，然后大家可以先抖到那边去，然后可能大宝师那边是可以再提过来给我的，对啊。不过因为如果是高阶会员的状况下啦，我自己还是想说，还是以我们后台有记录会比较清楚。对，所以现在如果就是说大家想要运用那个后台绿界，一次半年、1年的话，可能要等到年后。可
可能要等到年后的部分。对，那基本上急件的话，他们也没办法赶的状况下，对，那现在总之，朱迪卡的绿界。他们调降成20万的状况下是被优爆的状况下，然后这个现在又是过年前大塞车，所以他们尽量帮我赶，也只能在过年以后的那个礼拜尽量让我开通。所以我像绿界是没有办法收款的状况下，对，但是是可以提领出来的。就是讲到这个昨天啊，阿崔他是不是也是一口气加了1年份的高阶会员？也是一口气加1年份高阶会是没问题的哦，所以我就问先生说，我其实前天就已经收到你们要终止服务的这个消息，它上面就是有很明确跟我讲说，非信用卡以及信用卡它都不收款了，都没有办法让我收了。然后我就也心里有底了，想说，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有办蓝星跟欧付宝，但因为时间太久了，对，我也没有时间去把那个什么账号拉出来，对，时间就很赶嘛。然后我想一下，对。总之就是前天收到终止服务，可是昨天阿崔跟那个燃烧神照还可以丢还可以投你知道吗？对，然后就很妙。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是不是因为我有快点就是写信跟他们讲，请他们帮我急件处理，是不是昨天就处理好了？就并不是哦，我真的觉得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啊？例如昨天其实应该要被切掉了，但是就这么刚好，燃烧神教跟阿崔。阿崔那笔大笔的嘛，阿崔那笔大笔的1年份的高阶会员丢过来之后，5分钟之后，他们那个时间线就马上切掉，那个时间线就是切掉了，你知道吗？对，然后我就说奇怪，昨天为什么？那我们其实昨天至少还有一些几万块的金流，为什么收得进来呢？他说朱小姐，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帮你看了一下，就是基本上应该是昨天下午大概几点几分的时候切的。然后我刚就很皮这边对那个时间，看那个阿崔丢过来时间什么时候？我靠，阿崔丢过来之后，然后5分钟之后马上切掉。天注定阿崔就是要在农历年前续约我们高阶会员哦。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对，然后3正5的状况下呢，我记得我们欧仙老师是说，我们这6个月文化部爸爸要出手的这个情形之下，如果有满的话嘛，对不对？不知道那个数字什么88多少去了，好不好？所以我们欧仙老师说的那个期限，不可能在过年以后就没了嘛，对不对？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刚好小天。应该啦，我在想小天应该是有想要再续那个高级会员，也谢谢你。对，然后刚好小天提出来，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目前绿界就是爆掉，对，没有办法再收款。对，然后阿崔昨天就是安全上垒之后的5分钟就切掉了，对，所以就运气还不错啦，至少我提领部分是没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对只是收款部分，可能你们要续高阶会员的话，如果真的很急着想要2月份让我这边做统计的话，现在 YT 是可以让你们加，但是你们如果就不上不下的话，那可能就要等到过年之后吧。过年之后那个23号开工的那个礼拜，应该就有机会弄好啦，希望啦。对，大概是这样子。开始乱开价。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对，就ご報告申し上げます。ご報告いたしました。对，跟各位董事们、总裁们报告。对，就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原本只差8万丢爆，但是现在就是他们绿界大幅度调动一些有的没的啦。对，所以基本上这样调降至20万，所以早就爆掉了，谢谢。就爆掉了。去年你们30万玩到爆掉，今年原本想说大概还有一些康涨，就是可能要爆不爆，对，但是因为绿界的一些规范更改了，还是爆掉了，谢谢你们，就是连续几年让我们绿界依旧还是爆掉了这个状况下，好不好？好，感谢我们农历新年绿界一定要报一下，谢谢各位的补财库，好不好？对，可能他先寄通知，但不是马上切掉，而且你们知道吗？因为我这个可恶哇！原本想要带大家办年货，但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去年的年底
12月30号我有收到他们要抽样通知，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那一阵子我常收到绿界的错误信件，就明明我是个人，我也不是什么商家或者是企业嘛，他们常常寄一些错误的讯息来跟我讲说，哦，您什么企业什么申办的一些有的没的资料，可能需要补件什么之类的，然后每收到这个信件之后，我就黑人问号，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又马上来跟我讲说，哦，对不起，朱小姐，我们记错了，已经3番2次这样子咯。所以我去年收到他们要绿界抽样的这个信件，我也以为他们记错了，所以我就放在那边，而且我印象很深刻是12月31号，离现在其实不远，对，然后我万万没想到那个抽样是真的要抽。那个抽样真的要抽，你知道吗？所以昨天我在跟那个专员问说，那个抽样是怎么回事？不是记错？他说没有啦，朱小姐，现在就是特约商店的部分基本上已经就是每年按照惯例都要抽样，对。然后抽样就是他随便就是在我的频道的配信里面抓3笔你们的金流，不管是抖内还是可能那个时候要买周边之类的金流。对，然后我就要截什么？我就要截现在就是说，可能你搭抖内，例如燃烧神教这边动来动去嘛，例如长官在那边理财通嘛，对不对？的这个要就是截给他，然后还有就是明细上面也要长官2个字哦，对，要截给他哦，然后还有我配信的那个一些什么抖内的时间点巴拉巴的，然后还有一些邮件收件证明什么之类的，对，我看一下哦，你的募资用的1桶金牛像开基本是。真的假的？所以我应该过去1桶金流稍微加一下吗？对，因为时间比较紧迫，所以我今年原则上还是先选择绿界。所以大宝老师，你像有推荐1桶的话，我去研究一下，好不好？1桶金流，我觉得现在还蛮多金流可以做选择的。对，然后我要讲什么？对，而且抽样的3位你知道是谁吗？很好笑，抽样的3位分别是来思思干毛用思思，分别是 Kevin 思思，对，以及我们的小妮妮。接下来是我们的妹部爸爸的3位，对，这3位抽样，对，去年是抽到这3位抽样，今年不晓得就是会抽到哪3位抽样哦，对，所以就是时间紧迫啦，那我就只能就是快速的就快点解决这件事情，对，那因为我用绿界的算是商店已经也很习惯了，所以就暂时时间紧迫的状况下，我就先暂时不考虑其他的一些平台，对，但是我觉得今年度我可以稍微去找一下看有没有一些方便使用，或者是像大宝老师推荐的，或者大家推荐的一些金流平台，来做个比较之类的吧。那如果说未来绿界的抽成啊，或者是一些方案，我们真的觉得太不划算的状况下，我们可能也不排除就直接把可能破坏或高阶的这些东西，就直接手诺妈妈的手诺妈妈移过去，这样对，大概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热量满分有限公司还会诈对，其实。诸如此类的什么诈骗或者记错，我就觉得先这样子好了，因为去年年底靠北忙，去年年底已经靠北忙了，就是这些信件完全就有挂在心上，但是也就挂在心上之后又去录音了，或者说我们可能3D showcase 又要忙了，所以就完全就是咖喱瓦斯的家队哦，汤姆先生，感谢谢谢总是帮助主编辑这个方便置顶的这个文这样子对，谢谢胡伊拉塞。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啦，所以就是绿界的方案跟大更动的这个状况下，我们绿界又爆了，对，然后现在他们在帮我整理跟开通，就是说金牛的部分也是要等到过年之后，你们才有办法再投。然后我想到阿吹昨天那个顺利滑垒，然后5分钟之后切掉那个时间点，真的，我只能说真的一绝的，我还没跟阿吹讲，我这个一定要跟阿吹说。真的很会抓时间。好，然后小天，谢谢你。如果说你有考虑我们那个绿界的高阶要续的话啦，其实2月份在2月底续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也是来得及的，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好不好？大概是这样子。我报告完毕了。然后如果说现在想要赞助朱迪卡的话，基本上彩绘聊天室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就欢迎大家可以选择彩绘聊天室之类的而且我觉得时间点其实真的也蛮恰巧的，因为我今天配信完之后，就是明天基本上就要放年假，然后24号又要跟我们吴昕老师飞出去我们迪士尼好好走一走。对，不过在这2天我还是会继续把可能一些金流的一些账号把它抓回来。
因为我记得其实我刚配信的时候，欧付宝我有办，但是欧付宝办着就放在那边了。但前2天我想要说把欧付宝登录进去看看研究一下，但我发现它现在好像个人，不是企业哦，个人就只能用 APP。一定要用手机下载，然后下载下又有的没的，然后要转换干嘛的就完全没时间。然后最好笑的是蓝星，你知道吗？你知道蓝星其实我办很久了，蓝星的状况下更尴尬，就是蓝星我会办是因为那个我一直以来都用全家帮你们出货嘛，因为全家出货系统倍儿棒，超级真的是叫红边的红边，有够红边，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全家店到店就是也很依赖，然后因为他们系统真的爆干好用。我只要寄出去一次你们的资料，它全部就会汇进去，然后就也不用再重新输入啊，所以一直以来就用全家。那全家好像去年还前年，它就是有跟蓝星合作一些什么金流啦，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在全家开那个什么周边平台，对，然后就要用蓝星金流，这样子我可能那个钱才有办法提领的状况下，对，那时候办蓝星，可是很像。我不知道很像用那种，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开的那个蓝星的账号，它很像是跟就是3枪可以连接的账号又不一样，很像我分2种账号，所以我蓝星其实一直以来都很想要连上3枪，但怎么连就是他妈连不上去，我就打电话给专员问说，为什么我明明有这个什么商店编号，可是怎么输入他就怎么不让我连，然后他说朱小姐，你这个商店编号可能是那个时候你很想要开那个什么商场的状况下，可能并不是真的蓝星会员还是怎样，我想说你们他妈怎么分这么多？他说因为我是为了要开那个就是全家商场，所以我才连到蓝星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商店编号是没有办法连上3枪，那我可能还得要再就是另外就是在可能注册个什么蓝星的什么新账号我才有办法连上3枪什么之类的，对对，诸如此类的，对啊，反正就是反正大概是这样子。对，跟各位总裁报告，是早晚已拉下来，早晚也谢谢你帮我们分享昨天我们跟大家公布的这个好消息的直播，飞都飞，我下面到我们说年后恭喜发，天天发财吗？大家恭喜哦，发大财，而且猪猪的3枪枪又这样，对，没有错。我原本想说前2天快点连上我的蓝星，因为蓝星的那个什么商店编号早就有了，然后我就那个天真的想说，可能过了1-2年，那个我是不是这个商店编号就可以用啦？然后连上去，靠，还是不能用。对啦，对，就是会员归会员，商店归商店，就是朱小姐，你可能要再另外再申办会员的哦。好，我知道了，谢谢，谢谢你。哎呦，我还以为绿界这边基本上就是直接续就好了，结果现在突然就，其实绿界可以一直收款的状况下，结果他突然给我改成就只有20万就爆掉，像就整个就爆掉了，像就还要等他这边重整干嘛的哦。朱农先生伊拉塞，谢谢你们。我真的是太小看你们了，对。明年你们这个年终期间啊，我一定要把各式各样的金流先开好。不过其实我觉得时间点抓的真的很蛮刚好的，因为大家愿意赞助，然后一起玩一些什么迫害啊、围啊，其实就是我们该玩的节目其实也都玩的差不多了。然后在这个时候，然后很好笑的是，昨天阿吹的最后一笔5分钟后切掉那个，真的是有够有趣，对，然后就觉得好，就是大家该玩的应该都玩到了，然后现在就是可能断掉的状况下也不算是太糟糕的状况哦。好，我懂的，但是先放旁边没错，太忙了。好啦，不好意思，线上办年货哈，原本要办年货的，但是就刚好有讲到金牛，我就想啪一次跟你们交代清楚，因为今天是朱蒂卡，算是在农历年前最后一次配信了。那么现在我们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办年货的这个流程，要带大家办什么年货呢？来，我跟你讲，我今嘛就带恁过去办年会哈，来办什么年会呢？来。咱吹，咱吹。我应该是有好 OK。我们现在办什么年货呢？加！我在想会不会有人已经猜到了？对，因为就是我知道现在还蛮多 B 鹏鹏有跟汪 T 爸合作的，那汪 T 爸那边就是基本上也是在很像是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就有
邀请，就是说，猪猪要不要来合作的通知？对啊，只是我这边的进度比较慢一些，因为就是各方面忙啦，就是什么3D showcase 忙完之后，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2月7号的一些去澳之类的要宣传干嘛的，然后还有我们同时间又在跑可能新专辑可能要装帧，或者是现在我们那个新衣装的一些委托巴拉巴的部分对，所以就是王 T 爸这边就说今天正式加入，稍微晚一些，对，不过刚好在年前可以带大家算是有点线上办年货的方式带大家唠一下，而且里面有好吃的，三哥恭喜你跟上了直播。三哥最近生意兴隆哦，我们家面线断铁靠你咯对，我们谢谢，就是这个汪提发大家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吗？是 Forgainer 帮我们创作者开放的，算是我们创作者的一个个人，可以算是个人平台之类的吗？对，而且我原本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对3C 不熟啊，感觉就是什么手机啊，然后传输线嘛，还有电脑啊，什么人工人工体学椅。等一下谁可以救救我的中文阅读能力啊？人工体学椅、人体工学椅，还有什么电脑主机之类的，我觉得完蛋了，我不会介绍怎么办？就蛮紧张的。对，但是我滑啊滑，有鲜乳坊，有水饺还有饼干。对，而且在这边看到好多好棒的，就是香香老婆们，有伊拉，还有我们阿敏啊，还有那个露露，还有笑死，还有我们的默默也来了。然后接下来好多的 VTuber 好像都，还有第二好像即将也要过来了吼。对啊，所以我想说可以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好棒来，我们找朱迪卡在哪里？一目了然哦，朱氏会社。年货大街来，我们年货大街，我们把它点进去，有没有？有我们的那个后楼修都在后面加持了，好不好？然后过年的后楼修在后面加持一下。刚一边听一边打字，午安，对，然后人体工学、人工体学椅、人工体学。我觉得老师为什么你出现的时候都是我在讲奇怪的东西的时候？我最近中午阅读能力又越发糟糕了，完蛋了！人工体学椅整个人有点辛苦，我会这么觉得。好啦，那么就是会社年货大家这次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酷蜜心还有自然主义饼干，又好好吃，感觉就是很好吃。那我现在把这个优惠码快点放上来给大家一下哈。我们放下来，我置顶一下，非常好找的，对，我就是如此的好找。朱妮卡，就这个图也好找到不行。等一下我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猪猪的株式会社的贴图，株式会社朱迪卡带你王提爸线上办年货，来猪猪这边办年货，然后马上有钱，然后优惠码，等一下然后好，等一下马上输入优惠码，好，这样子应该蛮清楚的了吼。好，我们置顶上去，对，就是谢谢我们 Forgainer 的邀请。然后我们优惠码现在你们在置顶链接上面看到的会有6组，1、2、3、4、5、6，对，一个人有6组的机会，也就是说免疫6次的机会哦。我们记得前几天5000老师也是听到喝酒，等一下，喝车不开酒。你们可以不要就是故意挂着我的台，然后都不出声，等到我就是做一些奇怪的话的时候才出现吗？打扫到班总电话，不是薄荷，那个不重要哦。好啦，随便啦，人工体学椅，对，就是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最近就是大扫除，你们觉得你们家的人工体学椅就是不太好做了，也可以来我们汪 T 爸这边，就是挑一下选一下，知道吗？对，那接下来呢，就是猪猪要吃给你们看，
要吃，可是，在吃之前，我们还是要尊重这边所有的厂商爸爸的这些周边。虽然说我觉得我很不会介绍，我就只会说它看起来很漂亮，然后它看起来很好做，然后它看起来是蓝色的，还有紫色的，还有黄色，对，然后它那个对就很棒。我就是一个很不会介绍3C 的人。我其实真的，我每次接到游戏业配，或者是像这些什么电脑啊，然后一些什么滑鼠业配啊，我都会就是很尴尬，就跟厂商讲说对不起，我觉得我不会介绍，而且我介绍下去你们真的会中风，你们真的会生气，你们真的会后悔。可是他每次都说不是，就是猪猪用你的风格就好了，就是要这样的风格。到底是什么风格？怎么了？我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我就很不会讲3C， 对，很知道怎么调我就没有，我没有要调你们的意思。你们找不到人工体学椅，我等下帮你们找一下哈。上次好像是霹雳的时候，是不是？救命！好啦。那至于这个人工体学椅哦，跟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先来看就是一些3C 的爸爸们，他们这个例如这个叫做Cherry 爸爸，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配上这个的电玩风的这个75C 的这个伴奏，我觉得对于这个厂商爸爸他们想介绍的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模磁魂，颠覆制霸，然后无线磁轴 NX 8.2 Pro TNR 那什么，我完全看不懂，对我而言这是什么东西？全息 TNR 磁阻感应技术感觉很厉害，搭载 NK 魔晶磁轴，然后顺滑，哇，好精准，好厉害。然后哇，离死区不断触，太厉害了。然后自定义动态键程非常之厉害。然后超高回报率怎么这么厉害？然后超高扫描率超棒。然后软体驱动，对，就非常的词穷。对，我介绍的非常的完美，而且它可使用快充进行充电，如此的人性化，是不是如此的与时俱进？你们觉得可以不支持一下吗？还有再来看看它有没有这个人工体学语哦，看起来很像是没有，但是看起来像优格的是什么？这不是优格吧？这是什么东西？近红轴，对不起，我以为它是优格，它不是优格。厂商爸爸，对不起，等一下。对，说还是没有错，叔叔我参加 GV 奖非常之厉害，威力教练，我真的觉得我非常会介绍这个3C， 我甚至把这个什么茶轴什么 D 什么看成了优格，我真的非常，我真的觉得我非常优秀，对，再也找不出这么优秀的介绍文了，对不对？谢谢介绍。等一下，不要抓我语病。人工体学语，我们大家应该就会看到我们人工体学语了。而且为什么这个什么墨轴、什么 A 轴体冠，为什么这个点不进去？啊，算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键盘。哦，它看起来好漂亮哦。它是机械式什么键盘 KC 200 NX 2A 注音正科，感觉很棒。你们想打注英文都可以知道在哪里。好烂，等一下，德国工艺世界第一，很棒。然后是德国原厂的哦，而且金属上盖，是不是？而且还有专属软体，真的是太棒了。对，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谢谢。对，就是一个念稿的小学生。对，电板游戏伊拉塞，我居然不会接受3C 呀！我说电盘哦，好了，对不起，这是 Cherry 爸爸，对不起。然后那么接下来 King 友爸爸，这个是行动电源，这个很实用，这个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然后需要一个的状况下，它非常非常的潮，它的颜色看起来很适合露营，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对，重点是超防爆。我们就是有了这个行动电源，它除了很潮之外，万一它爆了就完蛋了。对，所以它必须要很防爆。对，就是对，非常非常安全哦。然后，哇，还可以支援苹果手表充电，怎么这么好？然后你看，事故频起，放在包包里，怎样都会自燃，怎么可以这样子？
バッテリーがすごく危険な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ね。バッテリー，行动电源呢，是不是非常的安心，不自爆？对不起，我自爆想到那个男人，对不起。好羡慕那个自爆原子笔，好想要，不自然。对不起，我觉得我累了，我居然看成不侧漏。等一下，我居然看成不侧漏。哦，我觉得我完蛋了。我觉得这一档可能 4G 的人都对，就是已经被列黑名单了。算了算了。不侧漏，这代表说它不会漏电，好不好？对，对，不侧漏对于女性而言非常重要。对，好，不漏液，好 ，OK， 不膨胀。把功能介绍好了，哦，对，夸夸，然后行动电源的新革命，它很可爱，它真的看起来很可爱，很轻巧，女生也会喜欢。然后电池采用最新固态什么电解质技术，那是什么？高明，对，就很棒，对，不自然，然后破损不自然，不会自然，好，多工需求一次都很满足，对，很棒，总之它真的很棒，对，然后好多哦，等一下，可拆自带线哎，然后20W 是很大吗？很大是不是？好，它很大的那个很大的输出功率，超棒！对，就是这样子。好，反正你们就是轻巧，然后带在身上。你们想要自由行，应该没问题。好，不能说应该，说绝对没问题。我们要很肯定，厂商爸爸东西很棒，这样子。等一下，好，薄荷，你不要再用奇怪的东西冒头了哈。好啦，我们看一下这位厂商宝宝，他也有很多，他有录荧灯呢，这个婉转气氛哦，这个好浪漫哦，我就觉得他们家的东西很适合来露营，就果然有一些是不是很露营风？你看，我看出来了，对，哦，气炸锅可以炸什么？我看一下，哦，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哦，好好吃哦，这个烤鸡看起来好好吃哦。哦，好棒哦！还可以烤馒头哎！哦，还有蛋挞哎，好好吃哦！哦天哪，你们买回去，然后东西就会变很好吃，一定是这样子的。然后陶瓷锅啊，这个也很适合露营哎，感觉就是哦 ，Kyo 爸爸他们家在做的东西，感觉就是很露营风，很好看哎。哦，谢谢青云，那个固态就是什么？最新型的充电电池，也就是理解成充电技术，是不是？天哪，朱蒂卡真的完全没有概念呢。这是厂商爸爸要的效果。我跟你讲，我真的已经推掉了很多这种3C 类的业配，我真的觉得对不起，我真的不会讲这种东西，我真的完全没概念。我刚念的东西，我完全就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就念稿而已。对，越贴近食物，对，就像热水壶跟气炸锅，没有错。Kyo 爸爸家的东西非常的多元。而且你看，想要露营的话，你们可以来 Kyo 爸爸他们家来逛一下。对，看煮东西，然后露营还可以烤鸡腿，然后可以煮热汤，有没有？对，然后你煮汤，你烹饪的时候就需要小灯啊。这个可以来 Kyo 爸爸他们家看一下，好不好？而且啊，露营的时候，你旁边如果有喇叭，多好，还可以夹那个伴奏直接放进去，多爽，对不对？是不是哦？不用放进去哦，直接蓝牙5.3技术，是不是哦？直接从我们手机连过去哦，直接卡拉 OK， 对不对？是不是 OK？ 很棒，对，我觉得我这一趴介绍的还不错，对。好啦，等一下我喝口水，等一下你们聊天室怎么不见了？然后喝口水。好啦，而且 4G 呢，其实没有跟我讲说要介绍这么详细啦，他只有跟我讲说今天主打的什么东西就是要做试吃，对，但是我觉得难得都进来了，看一下其他厂商爸爸。这边是猫不会念，等一下，梦
啊，对不起，这个怎么念？去露营展示一下。我其实之前是被我姐妹带去露营呢，露营好好玩哦。常常把它表示，果然还是要找盛宏，你真的很会安慰人呢，盛宏。聊天室不见，被淡掉了吗？没有，回来了，你们聊天室回来了。摩西吗？那个叫做摩西吗？这个叫做摩西，应该没有摩西啦，不是啦。然后这个完蛋了，又是猪猪不会的东西。我只知道这个好像我的我知道怎么介绍了。这个我的电脑好像有，对，我的电脑好像有很下趴，对，然后它会变色，然后它很像，它是电扇，对，然后坚固可靠的来福承轴，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原来有这么安全感，是不是？它很漂亮，它可以有 RGB 色彩，双重选择。然后嘞，然后它所以应该是类似我电脑里面那个很下趴的那个吧，是吧？然后只要开头是猫就叫摩西就对了。好啦，然后还有一些直接是键盘，哇，好酷哦，摩好，三哥你冷静。我觉得里面的东西其实一应俱全呢。它其实这个平台是要推广给算是网络或者是网络创作者，还有一些我是觉得像常常没有办法出门的一些会师啦，需要热量补给、能量补给或者是 KOL 啊，甚至我们 VTuber 这些族群，其实都非常非常需要的这些东西。然后为什么会有食物？其实我们那时候讨论过，其实大概也是大家方便在开台的时候食用，补充热量，像是牛奶、水饺也有食物的东西，我们压在后面，好不好？然后我看一下竞技麻将，这个是买那个什么，算是里面的小礼物的，这应该是在这里可以买到这款游戏的这些，这个算是点数之类的吗？好酷哦！风扇要看转速吗？有些是进风的，有些买错电脑会变烤箱。原来如此。我这个都交给我们家面线呢。对，这应该是游戏的点数啦吼。原来这里还可以购买点数，好酷哦！巅峰极速啊，这里也是哦，这 Hoseki 应该是也是可以买点数之类的。可卡超强吸力吸成小钢炮，这感觉就很好用哎。这有时候吸我们键盘有没有？或者吸车子、吸沙发，这感觉好用哎！有这个就有戳到我了，因为猪猪是老司机了齁。我说的是真的开车，不是你们想的那什么奇怪东西。看一下，这个很好，感觉很好用哎！吸力续航大升级，这真的太需要了。而且我说什么？我们家是没有养猫猫狗狗，但是有些零食碎屑，因为我很喜欢在车里面吃东西，因为实在太贪吃了，对，很需要。游戏里的点数啦吼，真的好方便哦。投影机什么好酷哦。OK， 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这个，好，我们找一下有没有人工体学椅吼。有啦，我们人工体学椅出现了，在我们的艾瑞克。好，我们的艾瑞克爸爸这边人工体学椅，它很像，看一下哦。分等级是不是 ？T07 人工体，我觉得艾瑞克爸爸不排除提出告诉，真的很完美通透哎！加大1倍于1点，那你们要的那个腰部革命感觉不错哦，还有还可以挂呢，衣架设计这样子有没有？极度通风，但是它是有分等级是不是？因为它这一张椅子要8900，不过它就是有一些等级往上，是不是就比较好等级的就要到15000了？所以这个是 OK， 等级不一样哦。坚挺支撑，有这看起来比较下趴。云岩网布压力分区，好酷哦！它居然还有压力分区哎！4D 大面积
颈枕。等一下，这样的人工体学椅是有办法做的这么的人性化，是不是 ？Oh my god！ 好，谢谢，我们看到人工体学椅了哈。好，总之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些电竞需要的这些周边啦，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过来看看。我觉得它这好漂亮哦，电竞耳机，好美哦，它长得很漂亮哦，而且有紫色的耶，漂亮。而且啊 ，Forgainer 很可爱哦，他们就是如果你们今天有就是下标的话啦，有成功完成订单的话，它其实是有那个动态赞助的。那动态赞助我看一下哦，动态赞助，你等我一下哦。等一下哦，在哪里呀？啊嘞，动态赞助嘞！啊嘞，动态赞助嘞！我看一下哦。哦，有了吗？来了！真的，它就是如果你们有完成订单的话，它是有这种零钱的，有点像投钱的声音吧，我也不知道，就跟我们之前。就是我们之前那个什么投币的那个音效还蛮像的，只是它这个感觉又更加多零钱的感觉。然后看一下哦，我们想了什么？老司机烤鸡啦！你们想吃鸡的话，可以买气炸锅哦。燃烧神教也拉下来，有种猪猪进大观园的感觉。是啊，因为我很少逛这个嘛。哦，真的假的？武清老师的椅子就是刚刚那把吗？动态赞助，等一下。好啦，动态在这里哦，就是 Forgainer 这边他也很了解，就是说赞助者可能会想要有一些反应的状况下，对，那等一下我们快点，我们今天重头戏就是加加，我们先从酷蜜心这边啊，看起来现在很好吃，法式白巧啊，芝麻啊，我要吃。我看一下，我这次有请厂商爸爸寄一些试吃的，但是我原本想说不敢点太多的口味，担心不好意思，但是就感觉都很好吃，所以我不小心点了4个口味，对，太贪吃。你看起来就是很好吃这白巧花生煎卷哦，这样看起来这样很好吃，完蛋了，我觉得我等下深蹲要加倍了。然后看一下这个。哦天哪，这是白巧的那个芝麻跟花生的口味耶！等一下猪猪也会吃给你们看哦。然后 ，OK， 目前它这边有一些精选套组，你们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哈。然后啊，它除了就是这些芝麻还有花生的咸口味不甜，对不起，那是甜口味。它还有香酥起司超蜜卷。我跟你们讲，其实我不吃肉松的，可是这个我之前吃过，这个真的很好吃，这个真的很好吃。我本身不会主动去吃肉松，可是它真的很好吃，而且我没想到它居然是那个长隆商务舱指定的点心哎，哇，感觉有点高级。它真的很好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吃过类似超米卷的东西的话，我等下吃给你们看，谢谢。等一下，教练说听到深蹲加倍你就出来，教练完蛋了，我今天吃完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都必须要深蹲了，必须深蹲，好不好？可以让猪这样吃了又吃，吃了又吃吧？这个可以吧？可以啦，可以的吧？对不对，教练？可以啦。教练他讲过一句很棒的名言是什么呢？我们重训就是为了要吃更多。那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魏力教练是为了什么而活？他是为了可乐而活的男人，是不是？那只要重训，他就可以喝更多的可乐了，是不是？这是善的循环，好不好？热量永动机。然后我就不知不觉出卖了教练。教练，我之前真的有介绍过，说你是为了可乐而活的男人，因为可以喝更多的可乐，于是踏入重训，成为教练，帮助更多的人可以吃更多高热量的东西。谢谢，这是善的循环。对，没有错。
教练就是为了吃更多嘛。你看这些东西，你们现在过年逢年过节快点买一买，还可以送给你们家人，要蹲一起蹲啊，对不对？然后啊，酷蜜心是这一次我们要主推的商品之外，还有这次的自然主义这个苏打饼干。苏打饼干的部分我也像选了，这个是奇亚籽蓝藻，还有这个是什么？荞麦紫菜呢？对，其实我很后悔没有选那个胡椒，因为我想说给人家选太多了，不好意思。所以苏打饼干我就是选了大概2个口味这样子。他们家的东西其实真的都很好吃，而且现在你们那个置顶连结的优惠码，其实是否就是目前就是酷蜜心跟自然主义这2款而已吼。那我其实也有跟 Forgainer 的窗口询问说，那这些所谓的优惠码的部分，就是说大家每一个人都有6次的机会吗？他说对，是6次的机会，没错。因为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他们这个平台还没有所谓的购物栏哦。也就是说你们选购的时候原本想要订单干嘛的是没办法的，也就是说它很像一种款项就只能直接这样给你出货，所以他们现在才就是寄出了就是大家有6次免运的机会，也就是说你可能就要分开下订单，就是没有办法并单就对了。然后我就说没有办法并单，这真是很可惜。但他们说对，很可惜，但是他们就是因为如此，因为所以才让大家有6次免运的机会，好不好？那这个6次免运的机会其实只到2月22号，你们只剩下最后的9天。所以待会我吃给你们看之后，你们心动的话可以快点，可以马上下定一下了吼。有吃过肉粽真的很好吃，对不对？财鼠蹲一下可以吃2口这样子，多吃多练才会变健康，没有错没有错。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心态会变得更加的正向跟健康啦，真的教练，我说到这个，我真的前2天一直很怀念教练课因为其实这个礼拜也应该说去年10月开始爆炸忙碌嘛，或者是生病，然后一路到过年前吃早餐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怀念起之前去重训的那段时间之前就是我可能重训课1个礼拜1次或者是2次嘛，然后我就吃完早餐就赶去重训课，对，然后过程他妈有够痛苦，可是心情真的每次重训完就是超级愉悦，你知道吗？可是就过年前也是忙到就是完全回不了的重训课，对，但是我把我自己搞太忙了，对，所以我觉得快点把时间约起来，教练跟我约时间，对，这个饼干不错，对不对？胡椒啊，马克先生有吃过了啊，谢谢你们。我现在目前其实只有吃过苏打饼干，还有酷蜜心的这个很像蛮有名的，就是这个什么香葱起司糙米卷的部分。那其他口味我们现在来试吃吧。耶、Hello， 我要试吃给大家。试吃之前，咱调味的台语的专辑，别忘了要支持起来哟，好不好？要支持起来哦，而且我们这次的那个募资专案的这个调味杯，我真的好喜欢它哦，每次看到它就觉得说，就是放在这边供奉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来试吃这次推出优惠码的厂商爸爸的这些商品了看起来就是很好吃哦。年货大街又有 BGM 可以换了，你看真的假的？等一下，谢谢我们大宝是现在火速的把我们年货大街碎啦！好，等一下我放给你们听，让你们猜是什么。大宝师，你真的很会挑时间。我头拄仔在想讲，我今摆要试食这饼的时阵，是不是来一个拿卡西卡好安尼你就来啊！这真正我们只能说这个团队默契就这么来的，好不好？而且我还准备了 David 哦 ，David 是用我自己的杯子，有没有？就之前那个对杯的这个朱迪卡的部分，这 David 是玲玲学长送的啦。林学长送的茶很好喝，所以我一直很舍不得全部喝完，就一点一点的喝，这样子慢慢喝。来，次高上伊拉塞，雅晨，谢谢你的项链。你现在在你们公司合作社买过年要吃的零食是不是？好，那么接下来你们在考虑要买零食，可以考虑一下朱迪卡接下来要为你们试吃的哦。那么接下来来，我们来让你们猜我们这个试吃的 BGM， 看你们听不听得出来哈。
哇靠！我真没想到。哦，好赞哦！我先不讲话给你们听。你们听不出来吗？有没有答案了？专情的你们听看看，没答案的话我要公布喽！哇靠，超屌！有没有答案了？有没有答案了？哦，我好喜欢哦！谢谢毛毛老师，谢谢在年前又给我们这个小礼物了，在办年货的时候，试吃大会的时候，你们真的都听不出来吗？没有人听得出来，我只能说全部都是我喜欢的东西耶，这个纳卡西。不是哦，不合，但是你往那边去猜看看。对你的感情也是藏心我底，莫搁试买。花莲去，亲像咱的感情，我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摆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我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紫色的你，今麦已经离开紫色的紫啊！紫色，这是盛虹送的那个水晶呢。谢谢，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这一趴，我们开启了紫色的紫，嘿，今麦哇，好不好？我要来吃了，我要先吃。哦，看一下哦，那都好好吃哦。这个是这个也是肉松煎卷呢。然后这个是花生的，然后芝麻的。我要先吃，就先吃这个好了。这个基本上是最有名的，对。好，要来吃了。蜜饯，我再转小声一点点吼。蜜饯大小还可以吗？吃给你们看，但是不要觉得可怜，因为办年货吃给你们看，就是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采买一下吼。我们现在线上采买有免运的这个优惠码，一个人只有6次免运的机会，而且这个优惠码直到2月22号，好不好？而且吃这种点心的就在配这 daily 点哦，赞，够赞哎！满满的肉松哎，看瞧瞧，好好吃哦，好香哦！我要吃了。哦，好好吃哦。是纸的歌词没错。哦，好好吃哦。可以啦，我觉得深蹲重训就是为了吃更多好吃的东西，好好吃哦！
家里如果有长辈或者小朋友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很喜欢的。这些基本上长辈啊，或者是小朋友应该都会很喜欢。身为人夫的你们，也得买回去犒赏自己的妻子、小孩，那是喜大人哦，都非常的适合哦。然后只有2口解决，那真的很好吃哎，很好吃，真的到位，太以来些，很好吃啊。我觉得我被臭了，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证据。可是雅纯，你快醒醒！因为 David 得赞，然后好赞哦！其实 David 得哪是亏啊？如果说茶叶开了，我会快点把它喝掉，但这个是刚开封的，好好喝哦。不过喝就很好吃啊！那个肉松起司好好吃哦，跟我之前吃的那个感觉一样哎。那我们接下来吃这个好了，花生的。花生是我最喜欢的口味，我本身就很爱吃花生酱，就是真的是很罪恶的东西啦。对，不过因为有在运动的状况下，就会觉得吃开心就是爽，动就是为了吃更多。我们威力教练的名言。我把它打开。这上面是白色巧克力哦，白巧克力。杏仁掉了，捡起来吃，一颗都不能放过。好，白巧里面是花生酱，我要来吃了。好香哦！它这个杏仁味特别重哎。好好吃哦！好好吃哦，这个好好吃哦！太好吃了，这个超好吃的！哦天哪！这个怎么这么好吃 ？Oh my god， 真的是过分好吃的东西耶！天哪，这个好夸张，这个好好吃哦！我没有在骗你们啦，真的很好吃，好好吃哦！刚刚又没晕醒，你的意思是说，翻错的是不好吃，很好吃啦！好幸福哦！谢谢 Forgainer， 谢谢草草爸爸。你们知道吗？每次 Forgainer 找我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说，通常都觉得要先道歉，你知道吗？他们都觉得为什么我老是在道歉？我说我道歉点是因为我就没在玩游戏，然后也不懂这些什么人工体学椅，我更不知道怎么去介绍那个什么茶走，什么水冷什么不知道。对，刚介绍的滴滴答答，然后他们每次都说不是这个就是你的风格啊，猪猪，你帮我们介绍这一档可以啊，怎么？为什么？我就反正我跟着他们人真的很好，对，就是芝芝很不嫌弃这只猪呢。然后你看我现在吃的好好吃哦，我真的觉得好好吃哦，好幸福哦，谢谢厂商爸爸。好好吃哦，好好吃哦，店先生好好吃哦，真的欢迎大家可以买进来，太好吃了。威力教练，你也觉得可以对不对？这感觉就是很好吃啊！好好吃哦！店先生、大扫除加油！你明仔载要做生日，我的生日语音明天帮你寄出五千老师为什么我完全不敢吃这种东西？是因为热量太高啊？对，五千老师像在饮控，对不对？对不对？我跟你讲，我这种去找威力教练
重训完之后，我现在看任何的食物啊，上面都有数字，所以就是吃完这些热量高的东西啊，完全可以瞬间再饮控回去，你知道吗？对，健身真的是一辈子带着走的东西。好好吃哦！哇，满满的花生酱，应该杏仁味好重。哦天哪！但是非常非常的罪恶。为什么猪猪要联名出茶走？不是啦，雅琛，是因为我们刚刚，等一下，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这个王 T 爸的这个平台里面，有很多厂商爸爸，然后他们就是很多的商品啊，什么水人、什么茶走这些，我说我都看不懂，我就很抱歉。每次 Brogan 的找过来，就感觉要先道歉再说。只是他们都很不嫌弃猪猪呢，对啊，因为他们人真的很好，那种窗口人真的超好的。我上次跟你讲说，饮控是别人的事情，没错，因为你吃就是一打起跳，哇靠！我想说，我跟你讲，这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我在拆那个芝麻口味的给你，真的很好吃。好，我现在在拆芝麻口味的给你哦，好好吃哦，花生的有够好吃，天哪！原来5000老师这么奔放哦，只有0次跟无限次，所以5000老师你也是这样子是吗？不是不吃，不然就是一次一打这样子，是不是？还以为是另外一种的不敢吃，还有没有想到？塔瓦你在讲什么？塔瓦你在讲什么？此饼干价值45下深蹲，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吃一条大概50下深蹲了吧。以教练专业的换算，我觉得，应该是一条大概50下深蹲，应该可能也不够，大概100下。我觉得，因为它热量之高的，没呀得。来，我现在要吃那个芝麻的了，刚刚吃的是花生。好棒哦，又是满满的杏仁香。我要吃芝麻的了。好好吃哦！我的天哪！芝麻好吃，你是满满的芝麻酱哎。好好吃哦！哇靠，至少要300！完蛋了！教练，真的假的？所以我现在已经累积700下深蹲了，所以我现在已经累积了700下深蹲。我的天哪 ！Oh my god！ 居然一条就要350下深蹲，我现在已经累积了700下深蹲要做了，完蛋了我！教练，那如果我负重呢？我负重可以再更加的消耗吗？你看，我们现在在吃了高热量食物的时候，我们刚好教练在线上，有专业的这个讲评。好不好？马上换算，朱迪卡，你等一下要做几下深蹲，非常巧妙，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办年货的这个同时，请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管理教练，在我们的线上，好不好？为各位做解答。很长久以来，是因为什么东西吃一口就等于好几公里，所以很崩溃吗？以为5000老师说的不敢吃是对不起，跟我不敢吃葡萄干一样，原来并不是，原来是因为太好吃，不小心会吃太多啦。对，是罪恶的滋味，没错。然后妹夫桑伊拉塞，然后伊拉塞，700下该吃。等一下，我觉得这次我们到日本去，的确是有订到
温泉的饭店呢。对，但是里面如果有烤箱的话，我在里面蹲没问题嘛。对，但是我记得那里我不知道有没有烤箱，很像有好啦，如果有的话我就蹲啦，好不好，他哇？我跟你说，今天吃完后不要吃晚餐等于，可是吃完如果不吃晚餐的话，感觉又很不健康对不对？算了啦，吃了350加350，350乘以3。350乘以3，是不是1050？我觉得我没有算错。下周直播居然要深蹲，哦，救命！可是教练，我这样吃下去要1050下深蹲的，我天哪 ！Oh my god！ 哦，可是还是好好吃哦。妈呀，好好吃哦！抱歉的教练，它真的太好吃了。而且在这个办年货吃零食的同时，我们这个配上马卡西风格的 BGM， 真的是太 GJ 了。算了，反正都破千了，那不然再吃一根好了。反正都破千了，反正都已经要做这么多下了，我继续。为了厂商爸爸，我可以，我吃。感谢厂商爸爸。猪猪，你可以用700加350，没有错，大娃。我刚刚就是用这个方式，我觉得我好聪明，谢谢大娃。这比什么深蹲、转盘累积的快度真的很快。等一下，不是，吴立雄，我跟你说，你现在跟教练想要藏暗装也没办法了，因为绿界被丢爆了。绿界因为他们制度大更新，原本30万才爆嘛，但是就是这几天他们做大改版，他们20万就爆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绿界是整个哒啦，已经爆炸的状况，爆炸的状况。绿界的部分，就是我刚在开台的时候跟大家讲说，可能要等到年后2月20几号那几天才有办法再继续收款。对，谢谢大家，今年就是又在很意外的方式，在这个状况下又让绿界爆掉了。对，但如果想赞助朱迪卡这个健康的金流，让我们今年可以有更多的金流运用的这个状况下，我们目前应该是首选彩绘聊天室的这个部分，好不好？谢谢大家，线上的人都很了不起。而且小天原本今天想要续那个高阶会员，就发现没办法续。可以直接丢给教练没有问题，给他教练课，对，教练课一下。记忆体不足，等一下哦。你看我们趴趴熊灵压实在是太过于强大，记忆体马上不足。趴趴熊一来，记忆体马上不足，你知道吗？然后大姐伊拉塞，这真的比什么深蹲转盘累积的快多了，你知道吗？很夸张经过教练的换算，我才发现我现在要进入350下乘以4，一条要350下深蹲，4条是几下？1400。我觉得我的数学变厉害了，4条是1400，对吧？对吧？没有错吧？应该没错啊。直接介绍几个学生过去，炒猴戏是我的使命。教练，等我回去，你得给我炒猴戏吧，紧，我就是欠你抄，好不好？你看看，我今天已经签了1400下深蹲了，好不好？好不好？
哦天哪，这个好夸张哦！它居然可以把肉松做得这么好吃。哇靠！我最意外的其实是这个因为我本身不爱吃肉松，但这个真的有打到我这也太好吃了吧！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那高阶会员料理啊，已经不怕咸甜的东西了，因为我们其实这一阵子一直在开发咸咸甜甜的东西。这是黑巧克力加上肉松，完全让我想到我之前猪脚巧克力的配方它这个巧克力故意用苦甜巧克力，然后肉松嘛，那就跟我之前的调味差不多啊，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朱莉卡频道的高阶会员相爱相杀料理果然是超前部署，好好吃哦！它一直掉，好好吃哦！对我很棒，我算对了。再晚，我们吃完是热量满满，但是呢，做完1400下深蹲就会核心满满了。连情人节的犒赏，问一下，情人节我可以在家休息吗？我可以在家休息吗？我会乖乖深蹲啊，让我分几天好不好？哦天哪，真的好好吃哦！作弊餐嘛，怎么说呢？它好好吃哦，这个让我超级惊讶的。妈呀，怎么这么好吃？我要把里面的那个杏仁碎屑也把它吃掉。超好吃啊，好好吃哦！谢谢大家，我们目前累积了1400下深蹲。我真万万没想到是线上办年货的这一趴，对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默契的，让我们这个威力教练上线来帮我们分析我们这一条要做几下深蹲的这个状况。始料未及，好不好？来，不知道教练现在在不在？教练，那你预估我们这个苏打饼干如果吃下去一包大概要蹲几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奇亚籽蓝藻，这是自然主义的哈。我们先来吃海苔的好了。我们现在吃紫菜奇亚籽，然后我看它里面有几片，爽啦，超好吃。为了这个深蹲，我可以。把它拆开后，线上年货鬼转深蹲魂在台。我今天其实真的是要带你们办个年货哦，而且难得就是一整个星期是开好开满的。10拍到迪化街要买的零食拍圈，可能哇靠！哦，这个就可以算150吗？天哪，怎么热量差这么多这个3片只要150下的深蹲你看看这个热量。差距到底是多多，很夸张然后迪化街10拍，对，就像我们高雄三凤中街10拍，可能要堆到10万下了，没有错。早知道先吃这个了，可是我刚刚一看就想先吃这个啊，这怎么看起来就是比较好吃啊？我要吃紫菜的。果然这个就比较没有罪恶感。差好多
好吃。它就是有淡淡的那个紫菜的味道。它好好吃哦。果然是一个非常安全牌的味道呢。奇亚籽蓝藻，蓝藻是什么味道啊？现很猪喜深蹲，我们累积了1550下，是不是？有啊有啊有啊，我们年货还是在线上啊，有看我们那个置顶连结，按下去各式各样的年货，好欢迎大家采买哈。而且我总是要试吃的吧，厂商爸爸都寄过来了，还叫我任挑任选，我都不好意思选太多口味，就那个苏打饼干只敢选2个口味，不朽。就是很好吃啊！你看它蓝藻哦，它的味道反而比较，它这个味道比较咸香哎。刚刚紫菜的味道反而比较清淡，这比较咸香。好好吃哦！汉格老师伊拉塞，我今天是要带大家线上办年货，试吃我们厂商爸爸寄来的这个，结果不晓得为什么变成深蹲累积台了，变成了一个深蹲累积台。来，我们现在正在跟汪 T 爸合作的这个线上试吃啦，对。感谢汪 T 爸，感谢 For Gainer， 对，让我有的吃，有的拿，有的深蹲，对，很猪喜，我们已经累积了1550下。哦，好好吃哦！其实我在饮食控管之后啊，很少一次直接吹了皮，因为我知道直接吹了去，真的就会像武谦老师说的，一发不可收拾。也追逐年货礼盒给我试吃是吧？汉哥老师，没关系没关系，安内拍谁吼？如果只是让我吃的话，我很开心。我担心我介绍的很烂，就这样。这是自然主义的这苏打饼干，都很适合办年货啦，这些东西好不好？好，而且我很乖哦，我苏打饼干，我里面各吃1块而已哦。我突然觉得这个数字不妙，我觉得我可能先缓一下。对，虽然说这4根基本上是最主要的杀伤力。对吧？主要主战力都在这4根，对。但是呢，不管怎样，我觉得累积到大概快要1600下了，我觉得我该停下来了。啊，画的是什么藜麦黑豆棒吗？也是健康饮控的，是不是？但这个完全没办法饮控这是无法饮控。然后这个部分基本上苏打饼干还算是还算是该怎么讲，勉强可以算可以饮控的东西。但这4个完全是大魔王等级热量棒，简称热量棒，好不好？伊恩伊拉塞，欢迎来到地盖频道，欢迎降落伊恩，欢迎来到线上办年货台，新年快乐！马来西亚也是跟台湾这边一样是办那个旧历年吗？马来西亚不知道有没有办年货哦。伊恩，谢谢你来到猪猪频道哦，我们欢迎伊恩来到猪猪频道，我们一起欢迎他。然后晶晶伊拉塞，米拉伊拉塞，然后夜魔女王伊拉塞，陈晨哥伊拉塞，N 强
香肠先生伊娜夏初见你好，欢迎来到朱迪卡线上办年货台。好，来，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公开我们像这朱迪卡正式株式会社年货大街，好不好？咱大家往梯吧合作，办一个年会啦，年会不是年会，办一个年会有缺什么？我们这边刚刚都已经有试吃给大家。除此之外，还有牛奶哦，它这个牛奶看起来就是很好喝。对，它有鲜乳坊，还有在卖牛奶。对，我之前每次看的都一直就是嘴角上扬，这真的满优质蛋白。可是牛奶，在我开始饮控之后，我很少喝它，因为它真的太脂肪了。它又香又浓，就是充满了各种脂肪，所以现在都只敢喝无糖豆浆。但是如果你喜欢喝牛奶的话，他们家的东西真的很赞，因为我之前也会买。然后我不晓得他们家又有出鲜乳馒头看起来像很好吃，而且它包装超可爱的，有没有？感觉这个好喜大人还是个好囡仔家，还是就合适嘞，就适合应该是适合，对，很适合啊！而且它这个优格看起来就很好吃，它这看起来就很极浓，是不是？就是真优格，难道有假优格吗？享受无罪恶，怎么都好吃，真优格，对不对？而且它这是无糖的吗？因为我像连优格都会挑，一定要无糖的。OK， 无添加糖，真的是无糖的啦，可以买了。朱迪卡这个也可以买了。你在饮控的话，这个非常适合，因为无加糖，好不好？而且它叫做波妞优格饮波妞优格饮。然后接下来这个助好眠营养牛乳，这个好特别哦。这里面有放一些什么东西？我看一下大江生医合作，我看一下哦。果然是芝麻。因为芝麻它非常的助眠，因为豚妈本身也是有那个啦，算是睡眠障碍的部分，所以你们常会看到有一些可能老人家或者是你们身边的长辈会可能摄取一些什么芝麻膜衣锭，高几率他们也算是有可以稳定睡眠的一个疗效啦对。香蕉皮萃取、黑芝麻粉，所以它这个算是芝麻保酒乳吗？我超爱喝芝麻的超好喝。真的有这么好睡吗？真的有这么好睡吗？来看一下成分，就是水、砂糖跟芝麻粉，就是可以买给豚妈喝喝看，来睡一下。我在讲，真的这么厉害啊！好久不见，好有气氛哦。对，咱今天的办年会有的吗？OK， 所以马来西亚跟我们也是一样啦，办那个旧历年的这个过年，对不对？要说真鸡是不是？好，欢迎加入没有错，株式会社有兴趣了吗？对啊，好可爱哦，而且居然是芝麻牛奶耶！下次我觉得也可以买来看看，那24入1100 ，OK。而且除了这些是鲜乳啊，或者是乳饮品之外啊，给我追叫呢。它还有水饺，它真的是很否，就是可能电竞啊，或者是 KOL， 好不好？就是这些产业的人，就是可能你临时肚子饿，但是你等那波用的时阵没办法出去快点这个就是变呢跟煮这应该就是冷冻水饺了家己煮跟煮的都汤加。我看一下有没有香菜口味的跟厂商爸爸建议一下，你要不要出一下香菜口味的？有吗？一大下有吗？我们现在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办年货，欢迎大家年货可以办起来，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韭黄高丽菜啊，顶级鲜肉看一下贴心提醒水饺冷冻保存保存是不是？我们这位厂商爸爸也跟你们讲了，建议冷冻保存1个月内食用你们到底是怎么把我的高阶会员回馈囤到3年的？人家1个月就差不多了。我上次应该说我每次出货出去，我的保存期限大概都3个礼拜，我觉得我抓的非常非常的新鲜了。对，真的这个水饺我们姑且说它1个月保存期限也差不多了，你们就有办法给我囤3年？3年囤积，3年囤积之后，还有办法把那个腌萝卜囤到有酒酿的香气，
我不懂我们大佬，别囤了，快吃好不好？我们这个冷冻水饺的部分都只能囤1个月了，你们快吃，不要再给我囤积。拔山先生饮料下来，好不好？然后水饺的部分目前是高丽菜啦、韭黄，还有鲜肉的部分。我自己本身对于韭黄水饺很有兴趣如果就是我普遍要吃水饺的话，如果不是一些很奇特的味道的话啦，像奇特的，我就很爱那个什么香菇芋头，还有那个四季豆，然后还有什么香菜一定要的啊，香菜也有吃过，就是有各式各样那种很奇幻口味的水饺，我都会去试。汉克老师，感谢加入9个月的猪仔专员，新年快乐，福气满满，没有错。我们今天带大家线上办年货，我们公开跟这个 Monty Bar 这个 For Gamer 的这个合作，感谢邀请感谢每次就是有什么样的合作项目，都会把这只非常边缘的猪，完全不懂什么是游戏的猪，邀请过来一起做个合作非常谢谢 For Gamer 很挺猪猪啊，对，他们都知道我超台，而且你们知道吗？他们在邀请猪猪的时候的那个 LINE 的那个群组，他们怎么命名的吗？我一定要贴给你们看。他们真的很专业，他们真的在邀请每一位 VTuber 的时候，他们真的都有做功课。我给你们看，我们这个 LINE 的群组不是我编辑的真的是他们编辑的，是他们帮我编辑的。来，我一定要郑重的介绍给大家，他们多么的专业，他们多么的专业，他们知道怎么邀请这只朱迪卡来，当我被加进了这个赖群组的同时，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在做功课，他们真的非常珍惜跟每位 VTuber 的合作，他们做足了功课，他们看到了最深刻的东西。我们的赖群组长这样。我跟你讲，我被加进去的当下，我马上就你们真的政治正确，你们真的有在做功课。那我说对，迪卡机密概念，对，机密概念，好合作了，可以了，可以合作了。当下根本不晓得要合作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很会，我觉得 For Gamer 大家真的很可爱因为我记得像去年还前年有被邀请过去吃他们春酒。因为那天刚好北上有事情要洽谈，对，然后那时候就有抓那个大宝师跟我一起过去他们的春酒，对，然后我发现他们的大家真的每个都好欢乐就是说他们的春酒给我的氛围就是他们真的很快乐，该怎么讲，就是一定会有 KPI 嘛，跟一些压力的部分，对，但是让我知道说他们真的对于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份工作是很有热忱的，对，而且就是其实我常觉得我是一个完全跟这些像电竞啊，甚至是 For Gamer 这些平台根本完全搭不上边这样子一个朱迪卡，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做足功课，知道我在推什么，他们都知道说我就是很台，然后台语歌嘛，然后台湾文化的部分，他们可以跟我聊很久，很厉害所以他们在邀请每一位 VTuber 的时候，他们都做足了功课。于是这一次我们在大概2-3个月吧，还是2个月吧，以前加入了这个群组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真的很会用字，对，这个精明干练 For Gamers， 我加进去说好，可以了，成了，合作什么我都合作，来都来完全不知道合作什么，但马上就签了恶魔契约这样，然后结果下来吃东西这样，就是要办年货谢谢 For Gamers， 你们真的很赞，而且里面的人员他们，我觉得他们在每一次的合作真的没有不开心的，我这样讲是对的吧？负得正，对，真的是没有不开心的，对，所以他们每个人员真的对待于他们的工作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尽责，对啊，所谓的专业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专业，知道吗？谢谢我们福利熊24个月，但是他不止24个月，他其实如果说把破坏的年资加回来的话，他大概已经快要100了，这百岁雄瑞这样子。办不办年后我不知道。什么破的压死我机敏概念？你看 For Gamer 的那个群主都说迪卡机敏概念了，当然大宝老师也在里面啊，对，大宝老师在里面帮我做见证，对不对？对，
哎，欢迎降落，谢谢12的降落，怎么没讲中？他们真的非常的专业，对，在邀请每位 VTuber 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做足的功课，对不对？谢谢 Forget， 对，虽然说我真的觉得我每次都介绍的很烂，对，那就只会吃东西，哎，可是我吃的好开心哦，谢谢 Forget 爸爸，真的吃的好开心，对，然后今天就把这个汪 T 爸的这个平台介绍给大家，对，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食物类的，我觉得我翻遍了哎，就是当初我看到这个汪 T 爸的时候，我就一直说哦这个很好吃哦，有水饺哎，哦这个牛奶我喝过，这个很好喝，对，然后其他完全我就没有去翻了，对，因为其他不熟，其他那个3C 的那个厂商爸爸一定恨死我，说很好吃嘛，对啊，刚刚吃的那些东西，就是大家如果要买的话，或者是我看一下有其他的什么人工体学椅什么之类的，要采买都可以来逛一下。然后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在置顶连结上面的这个6组免运的这个优惠码的部分，直到2月22号哦，直到2月22号就是过年之后马上就没了，好不好？那大家就是可以考虑一下。也谢谢 Forgainer 爸爸邀请这只只会吃的猪，但吃的好开心来合作这一档，对。然后基本上这一次的这6个码也只否就是刚刚猪猪吃的这个什么自然主义跟酷蜜心，就是一卷吃下去要350吨的那个，比16吨还可怕的350吨的这个热量爆表，但是有够爆干好吃的那个卷卷，好好吃哦，真的超好吃。对，欢迎大家都可以选购起来，好不好？然后啊，刚好现在这个时间就是又是我们刚上好的時間。あ、嘟嘟は今まし中し音楽で流れるね。那这样的音楽、ちょうど中しっぽい音楽流ってるその時、刚上好的時間入りますね。我们进入我们工商服务时间，其实除了就是感谢 Forgainer 的邀请，猪在汪 T 爸这边有这一档的合作之外，我们昨天呢也很开心，我们获得了就是文化部爸爸再次出手的这个补助哦。昨天就是猪猪有跟吴昕老师还有大宝老师开了一个就是算是好消息告知的这个部分啦吼，因为这一年就是大家看到那个重大告知都也皮皮错，所以我其实也不太喜欢让大家就是就是不上不下，所以我很少用就是重大告知的这个部分，除非真的是很重大。对，像我记得募资的部分好像就有用重大告知吧，对。好，但是总之昨天就是用好消息告知来让大家知道说不用担心，是好消息不是什么坏事情的这个状况下，公开了这个我们株式会社我们获得了文化部语言友善环境及创作应用还有推广的这个补助，对。而我昨天念得很像那个小学生在念作文，完完全全就是一点感情都没有哦。谢谢文化部爸爸再次支持猪猪的频道，然后也感谢吴昕老师这次的这个计划撰写。吴昕老师在撰写计划真的是写手级的厉害，他5秒钟把那个计划写完，真的跟牛妈如出一辙，好不好？牛妈都5秒钟马上编辑出了我们那个没有任何槟榔字眼的槟榔袋，非常本土，非常的赞。我这吴昕老师5秒钟马上编辑开始造谣。都很厉害啦，谢谢身边就是在支持猪猪然后辅助猪猪的大家。然后啊，就是我们昨天也在我们的会集开了一个150块的这个会集，想要回馈给大家，因为我们这次就很开心又可以获得文化部爸爸的出手的这个补助的这个部分，所以吴昕老师就觉得说希望可以把这笔钱的一部分挪过来回馈于就是我们会员的大家，顺便可以让更多可能不知道猪猪的朋友来帮猪猪冲一下这个会员数的部分。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有75之外，我们再上一层阶级，就是我们这次的限定会籍台湾话猪组员750块。你得那你啊就这的不
好，就是我们为期6个月啦，就是说如果您6个月都黏在这边的话，那你每个月就是都可以收到文化部爸爸赞助的，我们这边就是可能安排我们绘师绘制的一些明信片或者是小礼物、贴纸啊什么之类的，都会直接寄到您府上。那因为是寄到您府上的状况下，请记得一定要填单，好不好？就是基本上这个表单我们有在我们资讯栏下面就有放一个专属表单的部分。好，就是你加进去之后，我们当然也还是不知道你们家的个资啊，因为 YT 加进去不可能马上个资马上跑出来，那个就完蛋了，对，那个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你想领礼物的话，就还是建议你要填单。对，除非就是说你觉得你加了，对，我想支持但不想领，好，不想领就算了。不想领就算了，就不填单也没关系。但是还是希望还是可以就是每个月都把这个回馈交付于支持我们的你们的手上啦，好不好？对，然后还有就是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还有我们非常崇高的最贵的经理人，还有300块的组长，已经凌驾于我们台湾化组员之上的这个状况下呢，对，就是可能300块的组长还是得自己填单，我们最贵的经理人还是得自己填单，但是我们尊爵不凡高阶会员3200、3800，感谢再感谢，刚侠再刚侠，为了感谢你们，每一次就是很像币值不太一样的出手，一次就是半年、1年的这个状况下，朱迪卡帮尊爵不凡的您各位填单就好，谢谢。那当然是包含绿界。包含绿界，像昨天我们阿吹在我们那个绿界关掉的前5秒，不是又是5秒，对不起，前5分钟顺利滑垒，把我们这个非常顺利的金流滑进来，我们这个过年前这个金流稳扎稳打的滑进来了，对，那这个部分当然也是算的或者是你每个月加绿界的部分，我也会帮您自行填单，好不好？毕竟你们的资料都在我手上那至于就是可能小天就是今天才想说我们来加一下这个高阶会员，可以来领一下我们台湾化猪组员，顺便领一下我们2月份槟榔造型的这个点心的这个部分来不及了滑不进来了，为什么？绿界被丢爆了，对，就是被丢爆，对，被丢爆没办法。对，那绿界现在其实后台大改版啦，就是他们把就是我们个人的额度可能只能调降到20的这个部分下，那我的绿界就爆了。那爆的状况下，他们可能要统整，可不可以怪你呀？对，他说朱小姐真的万分的抱歉，对，但是你的那个绿界爆掉了。我说对，爆掉了，那怎么办？那这样呢？恭喜你爆掉了谢谢你的恭喜。然后呢，什么时候可以收钱？过年后马上帮你弄好过年后好，只能这样子，好，谢谢，好，新年快乐，好，拜拜。就这样子。对啊，所以基本上还好啦，这2天我们的活动基本上就是都集中在可能 YT 的这个台湾化组员的升级或者是你本身就已经在这个会籍以上了，就记得填个单又或者是说现在我们汪 T 爸的这一档线上年货的这个部分，欢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大概是这样子，谢谢你们各位。对，牛妈我们的超，好不好？乌心老师我们的超，Double 老师我的超，娘娘我的超，毛毛老师我的超，草草我的超，对，草来，草今天晚上很重要。今仔日是2月13号，咱林草咧，这个囡仔咧，真正是就厉害。这个林草，这个囡仔咧，来，因真正是来。今仔日有啥物 3D 秀啦？我来看一下。这个林草伊的 3D 真正嘛就水开就下拍的林草，好像那个玫瑰瞳铃眼的那个口气这个林草咧，伊今仔日要来办一个 3D 的秀咯，伊的 3D 的演唱会咯，应该是伫咧暗时的7点伫咧暗时的7点，请大家多多来支持咯。好啦，晚上的7点，好不好？那待会我们可以先降落过去帮他加持一下。草草他其实很紧张啦，对，这孩子就很爱碎念，很有才，但是就很爱碎念。对，就我们小天上垒失败，但没关系，我们基本上专员是说这个朱小姐，请你静待，我们可能年后快点帮你开通，因为我们今天3点就下班了3点下班对，3点下班那你快下班谢谢朱小姐新年快乐他们绿界的专员今天3点就要下班了。
对啊，但是昨天还在紧急帮我送件啊，所以很谢谢他这样。20万对抵靠不够吧？一天就爆了吧？这个是就是在于我们高阶会员大家领年终的状况下，是一天是有可能爆的，没错啦。对，公司对，没错，绿界现在很严苛。公司也只能50，对，我也有听说，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之前个人是30万，对不对？对，那昨天我有跟大家聊到说，我们只差8万就丢爆咯。那好死不死，绿界现在个人调降到20万，所以就是哇，一夕之间，我今天马上不能收款。专员通知我，不是朱蒂卡，我们现在个人只能最高20万哦。我先跟你讲一下，我说好，那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不能收款了。我说是这样吗？朱蒂卡，我帮你查一下。朱小姐，对，你那边爆掉了，对，爆掉了，对。对啊，所以绿界现在超严格的，除非公司呢资本拉到100才能多15万哦。绿界哇，这一波蛮硬的。但是我还是请他紧急处理，因为毕竟就是我的高阶会员还有迫害卖场还蛮依赖绿界的。对，虽然说到3月，就算您我也没办法投。我觉得我还是先来把其他金流平台先开启好了。对，那至于高阶会员的部分，大家请静待我们这边看能不能快点把它开通，希望2月底就有机会开通啦。对，但总之开通一定会紧急快点通知大家。但是在这2天，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金流的一些连结可以先传给大家。就像是那个蓝星啊，想连也没办法连的状况下，我只能重新申请了哦。对，这个蓝星真的万万没想到，居然会员归会员，商家归商家哦。好，大概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对，然后绿界原本可以用的，但是现在也爆掉了。对，就只能先这样子。王红睡打到，所以主播他闪政府好，也谢谢福利熊的。原来是这样子，可以申请，但是要5天工作天，而且顶多多给你10万这样子，是不是？他只是说过年后会开始处理。好，没关系，那至少我们有另外一个连结的备用啦。所以这2天连结备用的部分，大家都要过年了，那就再看吧。对，没想到就直接调降到20了，那可以丢的也爆了。那万万没想到直接调降对啊，然后原本30的还算可以丢的状况下，直接调降到20啊！朱蒂卡你爆了，好，我爆了，好，就这样，只能这样的对，我有在考虑这个，有福利熊我有在考虑这个，好像听说他申请的还蛮快的，对不对？等一下好像听说这个，而且是一只肥蜜蜂，对不对？感觉是一只很胖的蜜蜂，最近还蛮多人在推这个的，所以我觉得猪猪应该接下来我可能先研究一下这个。对，谢谢你们啊！如果你们那边有觉得还不错的一些金流的一些平台，然后用下来你自己也感觉还不错的话，也会欢迎可以推给猪猪，好不好？欢迎可以转卡洛斯日式，看一下哦。我现在搜寻卡洛斯，然后就是出现的是罗贝托卡洛斯，他是一个巴西的足球运动员。他卡洛斯是什么平台？我看一下，等一下，爸爸主播他家的卡洛斯，但我不知道卡洛斯，所以他是跟遇见是同一个老板，是不是？等一下他跟遇见是同一个老板，是不是？卡洛是利卡洛斯吗？猪猪完全不知道什么卡洛斯？好，没关系。那总之这些平台你们也可以都有推荐的话，都可以丢在 DC 让猪猪参考一下哈。4点半，猪猪差不多要闪了，谢谢你们大家，真的是新年中喜哦。对，感谢今年又莫名其妙的方式又爆掉了我们的绿界。
我的飞机莫名其妙爆掉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接下来我们可以降落的地点哦。好，那我们去找，好，我们去找塞勒多。对，难得这时间可以看到他。我是干点什么？怎么要一刀操熊猫什么东西啊？仔仔，你是想又想被弄吗？好，谢谢你们大家，那也感谢 Forgainer， 就是这一档的合作。然后目前汪 T 吧也欢迎大家任挑任选，好不好？喜欢的话就下定吧。我是干点什么？谢谢你们。来，我们来转片尾喽。这个紫色的纳卡西，我怎么觉得很像比那个卡夹还要有感觉？我靠！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更多我很喜欢的那个纳卡西的元素，而且紫啊，这首歌其实又是更加悲情的这个状况下，做成纳卡西版本真的很反差，超反差。好，谢谢大家。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ステロト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ね。我要只有这样的赛欧的频道了，过去跟他打个招呼。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天生艺人的人呢。所谓天生艺人，就是觉得他浑身是戏。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是烧鸭 S 吗？在哪啊？好多的。お久しぶりガラスちゃん，真的是烧鸭 S 有那个鸭很好吃啊！子琪，お久しぶり，你还好吗？刚好45个月，是新年快乐，是年糕，对我很好吃，对你刚好看到我对不对？子琪好久不见，好谢谢你，谢谢，新年快乐哦，谢谢你们 ，OK， 辛苦了，好。然后之后的金牛的部分，我基本上应该是会更新在 DC， 或者是会发推之类的，再跟大家说。好，希望快开通啦，好不好？好久不见，然后也新年快乐，谢谢你们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明年见，农历年明年见哦，拜拜。